點解三元九運每一次都係20年一個運嘅？咁其實呢個呢，我個人認為呢係同嗰個天上面嗰粒土星同木星嘅相會時間係有關嘅。因為天上土星木星嘅相會呢，啱啱亦都係20年一次嘅。呢個20年有陣時係19年幾，有陣時係21年或者20年幾，漂浮不定嘅。所以呢，曆法嘅規律呢就一定定咗㗎啦。因此呢，就會有一個所謂嘅叫做我哋術數上面嘅叫做歲差。真正嘅土木相會嘅時間呢，經過成千幾年嘅曆法轉變之後呢，同原來嗰個曆法嗰個時間呢，其實有個差距嘅。嗱，例如我哋今次呢，就係喺2020年嘅12月呢，就土木相會，但係我哋個曆法呢，就要計2024年嘅2月4號立春先至開始計九運嘅。時間嘅差距呢，就會出現一個所謂嘅過渡期啦。喺歷史嘅統計裏邊呢，大部分時間呢，都出現一啲動盪不安、社會不安、戰爭、災禍頻繁等等嘅問題嘅。